第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出名台飞》，我是陈明珍。今日《出名台飞》节目即将头呢来到态度飞起天的嗰种台北市哦，那地方喺到台北市田珠路3段2號嘅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哦。因為今日各位哦，北風落水，故所現在呢公園地北度嘅客家文化中心嘅錄影哦，所以可能現場設備非常嘅好哦，鄉親啊從能量哦，表示對您節目嘅支持。當然，今日邀請特別嘅來賓哦，係您嘅新上任嘅，今年新啦，今年處理樣上任嘅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嘅主任委員劉家軍劉主委哦，劉主委係咪話你現場嘅鄉親大家招呼？我全個電視前面咧，全個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係台北市客委會嘅主委劉家軍。我哋應該嗰種嘅劉主委頭擺喺度，應該台北市政府嘅上任處長，做咗差不多有5年嘅時間。對呀，對。哦，咁再讓你講下嘛，頭擺人都在上任處長嘅時間，判過牛肉麵節，仲係黃梨酥節嚇，都非常有名。頭擺講緊呢係個營利事業單位，營利事業單位嚇，你喺來到你客委會呢，講嘅係非營利組織，呢係文化傳承嘅團體哦。喺兩者當中有千體無相哦。講下咧，幾兩年來，一個新嘅任務，嘅感想係乜嘢？現在都替偏人服務啦，嚇，也替人當到客家鄉親嚟服務，也完全係無空，也都賺到福卡感覺。感覺啊，做福卡感覺，因為做嘅事情當然就是做福卡些。雖然現在沒看到做福卡些，因為公務員就是替客家來服務嘛，但是也做嘅事情係越來越像福卡做耕田樣嘅，哦，耕田，講客家文化嘅田啊，對啊。好，啊啲呢，呢先注意上，叫你注意樣上意，唔過馬上就有太條嘅事情嚟處理哦。到今年呢，10月16、13到15號有特別嘅客家移民嘉年華哦。睇你講下冇？一種嘅客家移民嘉年華，你睇目前進行當樣辦起呢？當到啲客家都特別啲客家鄉親睇落啊，嗬，聽書啊，嗬。基本上嚟應該會比去年較好啲嘅啦，嗬，應該冇問題啦，嗬。因為當到客家鄉要當久冇參加，一發通嘅人啦，要早出嚟參加，表示講客家人對一隻發通越來越感覺講，有機會變咧客家人同埋客家人嘅特色嘛，有情有義，嗬，對朋友，嗬，對家庭嘅重視嘅感覺嚇做出來，因為當到嘅理事長或嘅阿伯說嚇，當然是嘛，講辭祖嘅啊，拜神祖，啊個本越來越多嘅人嘅像新竹嘅桃園咧、苗栗咧、美濃嘅客家鄉親，上嚟台北啦。你下各位看到台北市嘅客家移民節，從客家文化節一直到客家移民嘉年華，一步一步是講20年當中嘅轉變係千無共樣嘅。不過今年嘅情況係咪係冇相同地方呢？我想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大家同收錄嘅客家歌曲，更以創新嘅編曲，還有動發跳嘅手勢，本傳統嘅客家歌有為全新嘅風貌。線上同大家扮演當地嘅歌講練習，就係邊度為啲2022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表演嘅水當中有客家好嘅表現。你傳統嘅三拍跳，嗬。我攞佢編一個節奏，編到講也較搖滾式，較現代式嘅disco 嘅快節奏嚟唱，就變到講較活潑咁樣。上次可能也到扮演到唔但唱有後生人，還有唔係客家人嘅朋友共下嚟講嘢，而且嘅長途連其他嘅扮演都懂陳述。客家歌真的越聽越好聽，越聽越有民族味道，所以。都想要來學的啦。有個客家文化係要傳承啦，日本簡單嚟就從唱歌開始，我哋唱歌就做嚟傳承嘅，人哋客家文化，跟那就比較好誒。
优美嘅神团加上甜甜嘅笑容，披戴传统民俗曲风，亦都數破百美展現出一定程度嘅水準。佢一條強用喺味道經驗，特別客家意味嘉年華人家嘅發通因這個電視，唔過日嘅高程度其實都辛苦。讓快時的時間同手同腳，馬個就唔曉，還能看到咬緊牙根，希望拿好的成績來呈現。在排練的時候，如這個同學跳唔錯，老師講重來，所以我們大家都戰戰兢兢啊。對上課之前嘅男生曾經到舞蹈編排，線上同人哋學生嘅一系列都唔會精彩，唔但唱套戲、表演散步都係團員自家做嘅，每天舞蹈動作感染嘅客家元素，展現客家多年嘅獎。我會把客家的元素融入一些現代的舞蹈，跟一些古典舞蹈，那再加上一些巧思這樣的一個東西，去表現出客家藝術的一個美。16號日紅發通，特別是行為會嘅演技判是公認嘅，未變做特別客家界嘅重點發通之一。不過要控制演變，先用廟會相關嘅發通，應該會回歸到民間嚟做判理。我感覺到咧，照你呢種嘅宗教發通、信仰發通啊，認同嗰種民間啊，嚟判咯，就要下好勢啦，嗬。嘉年華嗬，做得老咧嘅祭典啊，移民祭典本身啊，愛分開來。移民祭典係非常嘅莊嚴嘅，要唔然做得講祭典按到嘉年華咯。好在未建議，未來做啲鄉電台特別鄉下嚟判理，有民間刺通刺法，對新種人士嚟到太特別，用輪次嘅方式嚟結合祭典發通，按用電槍做啲維持傳統，未有移民文化嘅程度，未做啲本客家當然認識到客家。好咧，客家移民祭典呢？年代喺民間嚟判理，頭先講到1988年是民國77年開始，年代喺民間嚟判理嘅。唔過你嚇19人年來就變咗是台北市政府嚟帶頭判理嘅，然後客家文化節。唔過到呢種嘅客家文化節，因呢啲發通當中，清高潮嘅部分、清鬧狂嘅部分係呢成啦。而下10月13到14嘅種客家移民嘉年華嗬。先嚟看下今年嘅客家移民嘉年華，那度內容發通嘅規劃係用版型嗬。好。用前10年台北客家移民嘉年華嘅發通規劃嚇，目前係13到15日啦嚇。13屆年呢，會到呢個中正紀念堂，嚟到咧陽神老建來對呢客家文化公園來演出。下主題會做太戲，舞台有晚會。到14屆年呢，會呢講嘅開飯啦嚇，開飯還有娘家嚇，再嚟係主祭太殿，也對呢客家文化公園判理啊，主祭太殿，係咩種嘅客語教育中心嘅結穗哦，像唱歌跳舞啦，客語嗰種嘅學習成果嘅展現啦嚇。舞台也有移民節啊、晚會，到15屆年就成喺送神嚇，所以連續3年冇咁樣發通嚇。我想請教一下呢嘅主持講，今年嘅發通看下來，有冇解下特殊係嚟往年冇咁樣嘅？移民節嘉年華嘅發通啊，主要講有另外一個意思講，同客家文化講語言。語言呢一種東西啊，都可以本客家人了解，越來越多嘅人講了解一個客家人，因為移民也其實都講對鄉土嘅感情，而願意同佢命拿出來，同一個土地奉獻出來，一種嘅感覺嗬，一本全部係客家人認識一個方式。個拜爺一種東西啊，其實都係講一樣咁差嘅移民也嘅方式啦，嗬。不過拜爺嘅方式係咧做咩改變？係同講因為拜爺多拜兩拜，其實唔可以講人講利多而唔該，嗬。講同移民也搶來台北，其實都講來保護到台北嘅客家商圈。好，一度嘅撇得出拳咧，而了解客家人同而無同樣嘅方式係同你啦，同一個台北市邊咧越來越豐富。豐富好，像你喺往年喺無強嘅地方，講要強調啊祭典嘅祭祀嘅正統嘅兩部分啦，嚇。剛才你講台北要強調講呢個國際化嘅都會區嘛，嚇。當然放到10月份嚟判理，也希望講嗰種
海外华侨参加10月10号国庆的时间呢，机票我们是买200哈，买100之后哈，顺沙停电10月10号的国庆庆典以后呢，是10月13到15呢，他讲移民感染法哈，是讲在家庭来办理，当然是讲变到有国际的海外朋友来参加，那国际化的部分。你嘅注意上嘛想法，其實都係行家來呢個符合你台北市嘅國際度飛啦。台北市行呢一千多外國人或者我人嘅華僑轉來台灣呢，一天我來到台北，其實有85%到90%地步來台灣嘅人啊，嗬，外國人來到台灣嘅人，一天我來到台北，都把台北也移民局嘅發通啊，嗬。攀的方式啊，如果本越多人来了解人家的，好攀的次数其实可以从星座来做不同的方式，因为星座本身还能人哋嘅經驗嘅地方，人哋本命嘅地方，都佢應該一攀嘅地方，讓台北咧相信應該要會轉移星座，或轉移佢原在故鄉嘅移民呀、拜呀，佢還係會轉移，但是來到台北係本客家。發生就講講出來次數啊哈，發生這個機會啊越來越多，其實對人嘅客家嘅東西啊哈越來越好啦哈，因為媒體報紙都對人越多嘅人客家人嘅感覺都越來越好啊，好就講一從從尾開始經過觀察地方有冇有客家發生啊，好意思就講講客家地方越來越多。他係越來越了解客家嘅東西，裡面對人咧文化傳人嘅族群咧保護保持係越來越好嘅機會啊！好，那想馬上開放你現場嘅詳情哦，大家特別對你呢種嘅客家移民機，係講移民嘅感染法費嘛建議嘅嚇，都客訴發言。哦，兩個先生。我講移民字典對台北盤係對1988年8月。對第7號公園，也係大安森林公園盤，到今年第26年，移民家呢種嘅嘉年華盤到很多年來，我感覺非常重要，讓辦將移民精神展現出來，移民精神展現出來，有2種方式，當然嘉年華嘅發動，用字典嘅發動，將移民精神展現出來。第二。過了，讓辦來可以將研討會來討論了移民信仰、移民家當閒的事情。我今年6月去到聯合大學，也有辦了一個活動。我認為當年辦了一個活動，將移民家嘅內涵、文化精神展現出來。因為你拜神、拜關公、拜媽祖、拜觀音娘。全部地講觀音娘、關公係忠義精神，觀音娘是一隻慈愛嘅精神，媽祖啊同樣，所以移民家嘅精神對他為保向為徒，因為有人很多批評講，移民家係當時愛反清復明，你哋移民家來作亂，所以愛反清復明，冇成功樣乜嘢，歷史嘅變遷，好好咧可以研討會，將呢種嘅不當嘅人嘅想法來公諸於世。移民字典使到10月之後先，該下唔係用字典咧，所以該用個山哦。所以演講部將咩按到加移民字嘉年華，移民字嘉年華目的係咩意思呢？因為我哋在辦移民家嘅歌唱嘅公字台典，其實我哋設計到非常嘅。莊嚴肅穆，所以講我哋嘅字典嘅歌唱，其實喺講學實力的話，唔會比本苗好差。我哋差唔多要自控，到自控咁樣嘅規模嚟樣嚟擺，所以我哋係非常嘅莊嚴肅穆。一係我哋不是傳統對移民家嘅字典方式。那麼嘉年華係咩事呢？因為我哋客家鄉親大台北市嘅都市地位多，前度鄉親唔敢踏出來，唔敢行出來講客家話。所以我哋特別是係講就辦大型嘅客家活動，到處談嚟到客家嘅相關先呢，實際啲是可以吸引到前度客家鄉親踏出來，共同咧為我哋移民家嘅字典咧辦活動嘅時間。所以我哋一方面也可以借由嘉年華嘅大活動，將我哋客家優質嘅文化，由咧活動之中來展現本其他嘅族群來看。
出来讲，你这个客家乡亲，感觉到哦，俺移民这个真心了不起，俺的移民这真心而才杜飞杜来责变发扬，这个在欣赏之外，这个感觉就自信就尊严，难为也可以本，好多人也好，我这边就好，看到讲哦，原来客家人了不起，所以俺也些呢，俺这个文化才可以杜飞杜来责变，因为毕竟特别是唔係俺啲客家人嘅故鄉。所以講，我哋移民喺度都市人呢，從他鄉至故鄉，所以我哋人到了大，文化就聽到了比較大，所以有文化講有骨，所以我哋族群才嚟都非都大到，講為有慈善啊尊嚴，所以我哋講到移民化咩咧？移民至港人化，迄係傳統保留，又加上現代化東西，本都非人咧嘅接受，所以移民至港人化係啱嚟嘅。新聞媒體講得講清楚，新聞媒體，而家講哦，假使迄人嘅網絡嗰邊吼，較清好，哦，要做迄個效果咧，假使咧新聞咧，因為擘個較大嘅客家嘅發通，啊，做起來，除了客家電台吼有多少播吼有播以外，其他那個根本都冇得參啦，啊，我清好，你都清好，為什麼？我吼。檢討以後，留一啲專家檢討呢，因為人家客家做嘅東西呢，沒有什麼特色，樣把嘢製造新聞、製造議題，然後那叫給它爆炸。另外東西做起來，唔係普通藝報，藝術做乜嘅呢？藝都冇嘢插唔啦。南馬祖北移民，你也希望你移民讓韓白呢能夠從你漢南部嘅馬祖。來巡視個安老年，但係呢，你哋我建議呢，大部分人判咧是講你的主題，你個中正紀念堂啊，個韓國內呢，你時間太啲時7做8做啊，應講8點嘛，因為太啲，因為都市化嘅先至呢，太啲韓系呢蠻行倉。非常係好嘅節目呢，非常好嘅發通呢，但係推病人呢，非常係冇人啲。我呢一點係咩很擺呢？來做一則檢討啊！希望啲客家精神、客家發通到大都市呢，能夠來發揚。伊也是講，係咪有可能到你嗰種移民港人化發通當中嗬，實際係學術研討會嗬，然後一種咧嚇陳化好好嚟。表示一下，都係研究一下移民精神係乜嘅。再來是講你嗰種你下叛逆到你下是講，你揾咗港人化費哦，所以做係更加提高客家人見度都特別是啊，嗰個提高你客家人見度。再來是講嗰種你嘅宣傳嘅部分哦，因為你嗰個加強係。移民至港人化嘅配件機，前面20年我係從完全嘅民間來發通叛逆來。會不會有政府的參與嘅方式？其實政府參與嘅方式做得越來越簡單，讓同樣民間做唔多嘅事情由政府來做，民間做得多嘅事情由民間來做，也係親和嘅方式。但是展現嘅方式裏邊，剛才講英國嘅奧運嘅開幕典禮，他都看得出，從開幕開始到一直閉幕，到後邊前後有辦極幾嘅研討會，來看嚟講，家人嘅阿叔講嘅。做得經過未來可能規則嘅系列嘅可能今年付唔到，盲年是做人做，盲年是做對，就變得越來越做，可能從苗栗開始，或者從高雄開始都做得啦。咁樣方式，如果上到越多故事來講客家人嘅東西啊，嗬，其實對媒體嘅報導嘅發生啊，嗬，越多機會都表示會同越多客家人講。我係客家人，唔係客家人結果，我同客家人做好朋友哦，因為客家人真係有情有義哦，又當到學到同客家人學到當到東西哦，客家人嘅東西慢慢都做傳播出去啊。好，我想梗有可能留時間辦下海報對喎，早晨就7、8點向做，不過當然擺成係看時間啦，嗬，乜嘅時辰較長嗬，係咧對時間做得啦，咪講下晝頭。講支出2毛20一派，沒有可能，這個還得看時間啦。時間可能有的做咪改變，有的改變。好，改變的方式係越多人嘅參與，其實大家都了解哈，其實越做越好掉。越做越好嘅話，其他新聞冇，其實媒體嘅新聞都
都，然后都走出来以后，伊9點以後、10點以後都天視都播出來，人都台北人啊，其他人啊，都摔下豬嘛，你看到天視了，佢都係上來嘅地方，其實有不同嘅效果，係啊。我聽下講到，呢種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去年10月正式的開演啟用不過當中宣傳我們啦你睇禮拜10非常的好啊，風景也當正嗰種梯田啊有嗰種白宮啊、太樹嘅有戲棚在看戲不過當中利用嘅人唔係咁多有啲鄉親雖然來講，未來我唔係客家鄉親，可能唔係咁啲你部分人嘅住邊樣幫佢來？其實一隻地方喺當島人咧。嘅公路啦，因為當島人按到嘅公路，整起到一笪地方，因為邊咧，客家人咧，來了解客家人嘅生活嘅常數，一做一本天點一地方做邊係客家鄉人，就啲嚟學習嘅地方，邊學習嘅地方，啲天點。第3點，一樣同客家真實嘅嘅東西嚟用。不同的方式，用主題寫出來，然後表現出來，就像人哋辦花博一樣嘅。他係講辦花博，可能唔止佢了解佢真正的意思。其實花博展現台灣人的成就，裏邊有4點，伊咧都講台灣人當個中華，中嘅景觀演繹，對科技嘅部分，第3個多元的民族對環保嘅部分，用當嘅方式。佢話人哋從前。一下10批其實有一啲基礎嘅，基礎地方國家講用人才做花博嘅方式啦，你講同軟體嘅個內容再加強，做較精緻嘅方式來展現，要做調整嘅方式。注意我提問一下嘛，就講其實從嚟下，你同客家人講，其實客家是要後生人嚟參加啦，後生人都全部低頭族拿啲嚟智慧型手機畫上畫下，藝術性畫上畫下，後面200年實嘅軟體內容，都直接來種智慧型嘅數據來連接，其實什麼 QR 嘛、識別下，是做得方便佢嚟接觸後面咧係為了。其實一般後生人來一個地方，就講同軟體嘅部分嘅硬工程呢部分加強以後，因為後生人會先來啊，後生人來像今年有攀後生人嘅跳舞，搞年比有啲後生人跳，後生人嚟跳都人家則創數提供出來，本客家東西就本家嚟笑，像因為如果跳出來人都變成啲樣片以後又變到網絡上，又變成手機嘅一個下載下來，佢說。也一連串的內容同內容都硬體上、都發通上都變得現代科技嘅智慧型嘅數據然後應用喺有系統嘅嚟表現。佢說當到事情嘅事情然後做，像出邊咩錢當到阿哥阿伯嚟討論一下。佢說慢慢的一件事情嚟提做出來，就本一件事情同本嘅後生人嚟參加，一件事情要本嘅學生嚟參加，都分眾嘅方式啦。慢慢的一個地方相信會越來越好，因為9年以前相信當到啲鄉親嚟到一個地方，咩當到客委會嘅同事。基金會嘅同事裡面，其實都有啲攀黨的發通，但是攀發通裡面，讓人冇本媒體知道了解知道，佢就冇攞杯啲，他係唔啲嘅話，都變客家人嚟參加客家人嘅發通，唔係客家人嚟參加，佢就一個地方可能慢慢會改變一個方式。像諸位聽有清楚嘅想法啦都係客家喺台灣嘅文化資產，也喺各黨各派嘅政治上嘅財產嘅像你喺睇當關係嘅問題啦。不過你喺關係到客家嘅發展，我講到底喺台北地區嘅客家有乜新嘅面貌呢？像你先看下，廣告以後繼續嚟討論。好，歡迎進入全面睇 B 節目嘅現場。
访吼，今日村民台北嘅节目镜头来到台北市嘅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也係去年10月份正式嚟開演啟用嘅一隻屬於台北市客家音樂隊啦吼。針對呢個客家文化公園吼，兩隻提起係一隻關晒營運方面，同埋建議並想法請傾訴好冇？兩個先生。客家人有句話講：存錢容易，收錢難啊！創業難，收入艱難啊！所以講，你要用心經營，如何來做呢？係一台工廠，一台學問。所以呢一點啊，我相信啊，你新嘅劉主任呢，佢有個新嘅 idea。今日主題公園有安好嘅前提之下呢，客家人就句話講：前人種樹，後人量。那麼後人因為種花了本前人思唔上啊，係冇啦？所以呢，劉主任我相信佢有個規劃。我相信在某3年、4年之內呢，可以見到咧新節。但是呢，有許多呢還有規則嘅會所。第一，我建議啊，講你哋主題公園要有多元族群交流化。所謂多元族群交流，聽有講主委講過，你哋主題公園呢，絕對唔好客家人當作講，你主題公園係客家人公園，那是完蛋咯。人講閉門造車啊，客家人講虎狼帶得大拳頭啊，打唔出拳頭都冇上去架啊！所以講虎狼帶冇得打拳頭，所以很重要。我那麼你人們來到其他族群來共榮共享呢？所以這些也是一個重要的觀點。以往你辦法同呢又要強，特別是所謂買立莊、搞莊，但現在客家，所以我希望呢。新任劉主任呢，你們教發揮啊，或其他活動好，你要強，你做周邊主要行政區，像文山、台灣、中正，立莊，不管佢行嘅何路因，通通叫強到來。我分族群，從原住民也好，何路因也好，客也好，連美國人也好，但係中間咪意思係話美國人咯，美國人什麼親戚哦。當然啦，教會嗰啲開單嘛，就係個美國人咯。所以我們通通都可以來。那麼尤其你可以目標關門咯，是我講劉主委啊，你啊來就嚟吧，我今日同佢講法，希望個你一個做啲公園，越多人都越好。那麼講咯，我是講你係你要時尚辦，你當然特辦不去論。然後呢，你希望講你所有族群啊，希望對你做啲公園，你差唔多人都放嘅，你放人幾耐，所以我對你咧一點唔會關門。劉主委還有商會茶會，還有談講你我老兩個商業結合啊，結合來做啊，但是呢。你講結合呢個商業嘅個事情呢，是會牽涉到啲利益問題。啲利益問題落來嘅時節，係咪會影響到你哋嘅客家嘅文化非常傳承嘅種啊？之前呢，像你哋之前大家有看過報紙嘛？嗬，啲乜嘅嗰種是新歷嘅時節就乜嘅寫字啦，乜嘅態度啊，嗰種是就咩講哦，你個書滿足你責務，因為有咩，你係咪講利益嘅有關係冇嘅？你唔知啦嗬。但是講你嗬，你得來不是好能記嚟經營下去哦。好，謝謝。我哋好簡單啲，大家講嘅嗬，就要講起嚟嗬，唔是說你哋公園嗬會關門嘅啦嗬。注意，我聽講嗬，全省嘅人咧，各縣市農會地位都啦，就講人人透天啊，所有嘅青菜也好，那啲水果啊，直接在嚟入邊，唔是本人賺錢，唔是本人按你賺一數啊，像人哋苗栗啦，青島嘛個胖紅茶有嘛個東西啊，個草莓度啊嗬，個新竹嘅啊，有吃嘅餅有嘛個啊，龍潭啊有人哋嘛個飯頭，人哋剃頭堂啊，就不過那邊啦，南埔有嘛個人人透天嗬，全省嗬，是人哋嘅青菜也好，水果也好嗬。直接在落了邊，像啲要跟人家菜嗬，要按規了邊咧啊，迄落了邊咧賣嗬，我相信
唔会讲无人家会啲啦，沙沙啲讲咧，你公园地尾路吼有点卖菜吼，上菜尾来吼就会饮食少啦。针对那部分是讲，用把人做好敦亲睦邻的工作，可能非常的重要哦。那针对敦亲睦邻的部分，你买想法吗？其实啊吼，同嘅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啊，变人在客家人亲到亲到什么糍粑咩？对，人都同人家他主题公园变太糍粑样嘅。你做黏当的东西啊，有时候边有太细，又包不同的东西啊，俺的比喻它谈什么？如果吃糍粑有的沾个饭头粉，哦，因为做包绿头的，因为包黄头的，哦，都包俺比喻是说，要一个公园啊，要经营，变用有那个企业的方式来经营。用经营係乜東西？經營客家置業，客家置業都講意思講，要有一個心，同客家人嘅文化傳統一代傳一代，亦係講個客家置業，哦。置業好，該頭下該太子講個，有可能變到也係真流行啊，農民思鄉。誒，你有啲話有可能變到一農民思鄉。對啊，我家講他講家冇講到一個客家基本法地位有講69隻鄉鎮係講客家重點發展區，地位當到好嘅東西啊，當到好嘅東西，讓嘅推潛得帶到人嚟台北來，帶台北就睇到本班人感覺好，本人到台北嘅客家鄉親，比如講啊，我唔是走到佢查佢按叫專業嚟研採故鄉嘅東西，一買嘅東西，人同樣69隻鄉鎮，台北嘅客家嘅鄉親全部來自60，但是係來自69隻鄉鎮嘛。來到台北以後，他係要照顧人台北嘅客家鄉親以外，唔係客家鄉親，都來下認識人嘅東西啊，認識人69隻鄉鎮客家嘅東西，佢會去話有時間以後佢會去69隻鄉鎮去了啊。後生人當重要哈，你睇後生都網絡的世界啊，你個無論係 LKK 嘛，睇馬路的時代哈，咁啊行態度的時代，那態度人命路有乜嚟結合，有乜嚟寫後生人嚟咧，仲係經營客家文化呢部分哦，所以呢部分係咩注意要有啲相反嘅。對啊，命路嘅東西啊，嗬，其實啊，嗬，其實當24點鐘，一年365日都在用啊，嗬，因為全世界人都說隨時都做一點，像當到嘅也千流行嚟講，要把 APP 應用到人哋拿來用啦，唔係講要利用嘅，同人哋東西啊，變到 APP 地方，或冇變到人哋一個網站裡面，會團購網樣嘅。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主題，因為有的人好食啦，有的人好做啊，有的人好料啊，用不同的主題，就剛才講糍粑雲端客家，客家資訊因素也都在嚟使用。對啊，像我樣都辦公室，啊同事當到佢同樣東西，本來看的東西，佢都先存到雲端的那個軟體裡邊，我都數據一打開就一傾數落去，我都看到佢本來的東西，我都唔是講欠佢就加班，佢都夾副卡佢都個去本來看。啊，將來嘅人哋啲東西就是講網絡嘅東西，嘅科技嘅東西啊，作為應用到發展客家嘅東西，或傳承客家文化嘅東西，會同他係用不同嘅方式嚟接觸客家嘅東西。所以唔單止係發通嘅內容，也講發通嘅方式，甚至係像最主要係你後生人佢生發嘅方式係乜嘅，因為利用到嘅工具係乜嘅，對啊，呢一部分係就當好嘅就。對啊，像人當到後生嘅人，唱歌當好聽，跳舞當好看，人都同佢學嘢啊，變咗30秒冇1分鐘，表演啦，有 YouTube 或者微電影地方啊 ，YouTube 全世界人都看得到啊。哦，不過用好嘅東西啊。要用一個工具來用，來傳播本客家人唔係客家人，哦，全世界人都了解。所以針對國際變強嘅呢部分，會到網絡當中要好好嚟做發展出來。好，上個題目為你天長詳細講，針對客家文化嘅傳承，有乜嘢後生人嘅經驗呢部分，有冇建議嘛？一個學校教育啊，嚇，呢方面咪哦，有幾小字係。我知道客家文化係共同嘅文化，係如關懷嘅文化，因為我嘅學生係如當到係大樹一夫，還有係阿公阿婆土街，還有嘅係
无阿爸无阿妹个，咩无阿公阿婆迄阿姨啊，迄阿姑土个，了着好生诶，学汉语，了就创造自己人生最快乐嘅素材，了係一隻好素材，咩一隻好時節，因為佢在去無講法嘅對象，佢來到學校，我會安撫佢，我會鼓勵佢，我甚至會用扶輪沙嘅一套買禮物送俾佢。唔過呢，如常係正經咩會當辛苦，因為如常係學校如行政嘅變化，如常本高中咧係往主任，即每一盤行業嘅法通咧，因為教2-3年、4-5年，哇，團結咧，好，呢係我最無法度好接受咩最無力嘅素材，我唔點解按用嘅老計到成人嘅天數，排些什麼睇㗎？好。一個睇啲面去做客家嘅職業啦，哈。對啊對啊。咁你向前有想法定意見？就那個教育方面，成人嘅語言啊，然後呢個行業客家文化嘅教育嚟講，嚇做得好好嘅，然後教育局嚟好好嚟協調嚟合作，因為啊，語言嘅教育本身就包括母語教育啊，啊本土嘅成古到來啊，切下嘅同時成古到來，讓來發揮啊，譬如講呢個英文啊、華語啦，嗬，所以你看樣板型嚟做一個改進啊，嗬，我將呢個因為學委會啊，然後其他嘅教育局也好，文化局都橫嘅咧好好嘅協調好嘅聯絡，來加強啊，因為啊那個國民教育包括國中，係咪還有高中哦，嗬，哦，那個國中教育、小學教育點都嘅母語教育也好，要好好地去嚟嘅加強。意思是講咧，唔係講所有嘅客家文化、客家語言咧，所以送本因為客家委員會嚟做，因為係推動嘅一種嘅單位啊。那個政府嘅市政係一體嘅嘛，啊，唔係講那個各客家出送本，全部是送本那個客家委員會。語言教育係教育局本身其實要分擔嘅責任，本身就係做嘅。啊，你喺度理嘅點點啊，青島呢方面你做得特別好好，嚟給佢發揮，好，是唔係？感謝王教授。還有那個向前有想法，那個。希望校委會團結民意代表向政府來施壓，本地教育局來添加規定，來盡量。來教成人來講學，樣講，你成人最要緊嘅，其實談線上嘅法，談線上嘅法，線上講用班人，基礎嘅用班人去做，因為假使點樣嚟冇錢就冇，你政府也就按嚟規定，也就本佢教這個節目不教成人，但是就落實冇，因為你冇一種獎勵嘅辦法。個老師，我政府過得好咧，我講佢成日唔講行，唔講行，佢冇咪要緊。所以講嗬，你政府經驗咪講喺度就本意呢一種嘅機會啊，係你自己冇去做的事。個老師、啲學生，你校委會拿出獎勵，嚟講嘅辦法出來，幫個成人，幫個先生，佢自然。本認真去教咧都成人嚟講學，安尼時節佢都唔講學，將來成人咧，佢出嚟老咗去講學，因為一年前到長一年不係成人，佢將來佢冇人講學，佢唔能講學，你就順咧，你講句嘢好忙，還是人講句嘢，就變成講個成人啊，永久都冇法度學講學，所以就個安樂嘅時節，人客家。嘅語言啊，全錯為本通法得起，所以講我想用呢一種嘅方法吧，應該係咩做得當然，我想各位先進嗬，敏感，希望大家謝謝。我想其實注意您講到講，你下客家語言嘅流失嗬，將近90%啦哈，經過20年努力，可能有提升3%、5%啊，不過20年建議可能那種90%越來越的流失態，所以一消一長之間，其實對你嚟講還有潛在危機啦哈。咁語言冇睇嚟，可能文化認同也冇睇嚟，另一部分可能都態度飛起，國際性嘅度飛起啲嗰另一問題可能咪行洋蔥啊哈。但係生命校委會注意，針對呢部分，伊嘛該
体验来讲，马上积极来做好的冇？其实，我接校委会的主委的工作哈，其实对我係講一個機會啦哈，你講像我安尼人啦哈，咁講叫無講客家，專每日同阿爸阿媽講客家，無親戚講客家嘅人當到，就講也係同也大家方式，我本來出家哈。提出來方式本來出家，因佢為嚟做，所以講假裝講本後邊來嘅某嘅順嘅講客家，做出來其實都成功嘅地步，成功嘅地步。但是講相對嚟講，他講法令啦嚇，講冇法啦嚇，都係用方法，有法令啦嚇，用嘛要認真去執行，個土法不足以自行，所以有法家一樣去執行。加一樣用現代嘅工具，用像網絡啦，或者用手機嘅啦方式，同埋客家東西傳播出去。佢說對於學教嘅事情，大家一次同他報告講，我現在推動環境教育多一下來看，你看他係看到也有環境教育法有法則嘅，有規定講他係一樣學環境教育。冇環境教育法嘅之前，我要用方法同學校嘅先生、學校嘅教作，或者教環保嘅東西，也很多用一種方式啦，嚇，同冇人客家嘅東西整理出來用不同嘅教材、先生對變到學校嘅地方，變到人嘅主題公園，變到人其他嘅，當到理長咩客家人啊，當到教長咩客家人啊，當到先生咩客家人啊，當到有成就的客家人啊，用假力量嚟請出來，嚟推動一件事情。好，天中央部分講法要有環境嘛，佢話人樣本客家願意講客家，我講了解客家東西，就像講本當到窗外嘅人講因為講客家人親好，因為客家人做客家人親講嘢，要親講嘢，先清楚啊。簽出嚟嚇，幾多學習嘅，我當然我做下去考試，而為到幹嘛得到佢想嘅東西嘛。如果得到一東西，我感覺當強。佢話人哋同人設計安尼東西，本他講，我講客家，我了解客家東西，我做客家東西，係當真，嘅方式本當然嚟創一隻東西啊。別人都講，唔是種當到政府嘅資源嚟去強迫佢學啊！你強迫佢學嘅嗬，就講多具體講讀英文，寫英文詩，好多人都學英文，但是學叫人唔記得啦。但是冇教我想去學嘅東西啊，冇強迫我去學，係咩學得當好，會記得當清楚啊。佢話用嘅方式嚟同鼓勵當到嘅大人啊，同細人嚟講一樣學客家話。講了解客家東西，佢話我都同佢客家東西啊，因為突出來，冇他個因為講客家東西輕重要係乜東西，我簽出嚟後我都設計不同嘅個主題，像糍粑樣，做冇包東西嘅，要包東西，包乜東西，同本客家人嚟學啊。因為你溫水啊，沒有綠銅旗啊，對，冇錯啊，沒錯是實的吧？對啊，就講我剛剛同講，像客家文，亞家公園樣嘅。一樣變咗不同嘅方式，不同嘅語言，不同類嘅語言。就他個當我去細年當我去嘛，7嘅便利超商嘛，對嘛？個便利超商佢賣，佢用不同嘅方式喺唔去買東西啊。如果喺個叫什麼叫水、叫天花飛，用不同嘅方式本然去買去便利超商啊。嗰像人哋年紀嘅人，咁我去講嘅麥當勞。麥當勞我經驗嘅東西啊，佢而家設計邊咧講，有一個遊戲間，本太人啊叫假日爸爸媽媽假日阿爸阿媽啊，假日阿爸阿媽，因為平常我上班咩，假日家都生意帶轉嚟切格圖啊，又唔知啊帶哪去的，帶麥當勞嗰邊溜滑梯，要買一個嘛兒童餐，結果個兒童餐係樣1/3係太人食嘅，1/3係生意食嘅。佢現在佢可能咩唔好食嘅麥當勞啊，咩薯條啊，因為佢買到嘅，佢有本生意食，因為要帶生意去掉，故咗佢用方式慢慢有啲，吃到
感觉好食，以后几多亿嘛。我讲安尼比喻啊哈，就讲意思讲，安尼同客家东西啊，客家东西当到，也唔讲碰碰，讲有东西要整理出来，用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人来接触。有的本學生咧，本太兒咧，本後生條嘅，嚇都不同嘅方式嚟，像糍粑樣嘅咧，啊，也係我初步嘅想法啦。但是初步嘅想法裡面，係咧都頭拿都講想，一樣寫出來以後，一樣誒同大家合作，或者大家等等啊本工作同大家哦，大家咁講，喺班嚟講啊，做大家講同意嘅話，出嚟了，冇講個抗議。佢說要事情要做，佢說要有方式，冇法律要用方法，有法律要認證。他個建議變，他個英語講要同客家餅做一台，要去認證去做，也係挺重要。佢說我做客家校語片有個投入，我唔係講量多太高，我替他個服務，替他個服務。好，為大家服務聲音嘅留住位哦，佢講講，他講人請用總詞答案請來，佢個糍粑嘅當面，佢希望呢，特別係客家文化公園，嚟講特別是客家委員會嚇，當呢隻糍粑嘅咁樣，再留各種好嘅目標嘅促權咧嚇，嗰種朋友咧都係寫到客家嘅文化園地地步嚟，認識客家，了解客家，同時咧就希望講，客家糍粑地度要對保留青島新式嘅東西、創新嘅東西。利用佢頭擺到環境教育課做課長，推動環境教育經驗，做商業處長，派那種嘅應用面積、黃理書記成功嘅經驗，要麼用企業化嘅經營嘅方式來帶動你客家嘅鄉親，無論係社團也好，也講客家文化工作也好，就用企業化經營嘅想法，佢創新嘅理念，分眾市場嘅概念嚇，或者媒體行銷嘅經驗上，都留住於頭擺工作經驗裏邊度千好嘅經驗，所以。帶到客家嘅助理嘅工作嚟，我想最後係咪你嘅助理留大家講一下未來會用乜嘢心情嚇嚟進行呢助理工作？我現在工作一段嘅時間，本來係訓練，從家做當神師嘅事，他講啲故事本他講，當神師嘅事情嚇，從前一隻工作係做商業做，他講太私利嘅。賣東西有利益上東西，但是要去做嘅唔係講利益地位，本他家人都有均享嘅目的。佢說上到安尼嘅經驗嘛嗬，當成師啦嗬，佢說我用複卡經營嘅方式，嗬，用企業家經營嘅形式來經營客家資料。好。感謝人嘅劉助理啊，佢會用企業家嘅精神嚇，用企業經營方式經營客家文化，想了係都特別。都飛起也似冇共用嘅就新意嘅主意嚇，其實係新式嘅想法，係唔係真件特別咧？客家話真係冇共用新嘅氣象呢？像出台呢主意嚟代表下，我哋呢像台下所有鄉親願意俾你嘅主意嚟支持，大家共同嘅努力，共同達標啊！像客家一定在變做係全台灣嘅文化資產，佢唔單止係國動物，佢係政治財產天啦嚇。因為變做係文化資產呢，像大家都係要為客家奉獻精神，像咪咪啊，像為客家文化奉獻精神，一樣去呢客家職業嘅一種心情嚟做，我想一定會成功嘅。以上今日視頻特別感謝嘅，希望從客家人再見。